咁啊，但係呢邊硬嗌啊，啲男人就執翻嚟做啦，就專攻嘅對跟住呢就如果半場呢亦都想送球，第二個攞埋個機會咧，咁啊。啊點啊？後邊俾黃之瑩啦，即係隻手同你甩咗喎。陳卓琪送埋中間，陳佳希咁樣落嚟咧，又嚟打翻轉頭，黃之晴係頂得上前嘅啫。睇 BU 可唔可以搶翻去做翻個反擊？似乎都唔會打過頭。